共同努力打拼，因为众生都无尽，咱嘛袂成佛，安尼吼。所以像观世音菩萨、历代的禅师，拢发这个台湾，生生世世要来打帮助道，众生都无尽，伊毋定彼岸，毋成佛。所以因此，拢是大家成愿再来。今日咱大家拢是原来成愿再来啦吼。互我今日要叫咱大家做参考，互相研究的就是咱这个今年的这个新春志向，新年希望投资受道。咱今年的希望就是投资。咱即大家拢讲咧投资啦吼，投资股票啦，投资黄金啦，投资什么物件足济啦吼，迄互我毋知影啦，就安尼大概几项安尼讲啦。遐投资股票固定会趁钱无？无。固定有趁钱无？无。不一定啦吼，安尼啦吼。若投资黄金。敢有固定真正会趁钱，嘛不一定啦吼。咱今日投资收办道，咱大家有感觉讲，这稳赚无了的，稳赚无了啦啊！投资收办道稳赚无了，所以这是一个互咱一个目标。所以咱今年新希望就是讲投资收办道，毋通去投资黄金啦吼，嘛会去投资即个房地产啦，嘛会去投资哪位啦，遐拢毋是咱应该爱的啦，吼，迄到尾也拢留互子孙尔啦。你真财产足济，敢早会去？是粒粗粗粉啊，你就无法度通知。吼，安尼啦吼，粗粗粉啊跳啦吼。迄真，迄个要甲讲来讲上沙安尼，你就无法度通知，因为这个肉体会歹，会歹啦。所以因此，咱拢袂当走哪回去。所以希望讲咱下新年希望就是投资收办道。